Hello，大家好啊！今朝有一場好大嘅大戰啊，因為咧兩隊一個奪標熱門嘅球隊對碰啦，亦都咧有一隊波咧終於落馬啦，就係金塊啊！呢場波我諗兩隊波都係爭標熱門嚟㗎啦，因為咧講緊可能第三或者第四熱門嚟，第五啦可能都會係金塊唔好彩啦，對住木狼啦，我諗喺西岸咁多嘅對手當中咧，對木狼咧係比較上蝕章嘅。當然啦，如果對住 SGA 嘅雷霆更加難打，但係第二咧，我諗佢會揀木狼咯，因為始終木狼嘅告啤咧係有晒 history 咧係可以克制到啦 Jokic，而嗰時嘅告啤嘅加盟亦都係為咗佢原因。咁而最尾打出嚟估唔到嘅喺冇 AE 嘅情況下，冇埋 Defensential，冇埋 Dosunmu 嘅情況下咧，竟然都可以贏到咧金塊。咁金塊都係冇咗人嘅，冇咗 Eric Gordon 嘅。咁 Eric Gordon 亦都好重要，講真。咁但係你一個對人哋冇三個，我覺得咧就金塊理應咧係應該要贏嘅呢個 series。但係打出嚟嘅感覺咧就係睇得出啦，證明咧如果你常規賽咧嚴重依賴一個球員咧，去到季後賽咧，只要呢個球員俾人黑住咧，其實就已經係兵敗如山倒。因為佢哋其他球員咧係冇無能感咧可以 step up 出嚟嘅。先講最尾嗰場啦，今朝呢場賽事咧，木狼咧成功1-0比98贏咗主場，令到佢哋咧4-2晉級。而呢場波嘅重點球員係邊幾個咧？邊幾個打得好咧？我諗木狼兩個球員啦，第一 Jaden McDaniel 啦，Jaden McDaniels，咁貴為佢曾經係防守一隊嘅球員，防守我完全唔會懷疑嘅，但係進攻嘅 contribution 咧係真係比較真係好 impressive 啊！場波睇得出去咧，攞住個波單打係冇問題嘅。當然啦 catch and shoot 就繼續係佢一個 wing player 平時打開嘅嘢啦。咁但係咧，佢唔介意咧係向裏邊打啦。感覺睇落去好似瘦弱，但係其實咧骨骼精奇，手長腳長嘅。32分場波，射波射咗25球，命中率超過50%，正負值16。另外一個球員咧就係 Shannon 啊 ，Shannon 呢個球員咧估唔到今場揾到打正選，我有諗過係 Harden 嘅，但係最尾係 Shannon。亦都係季後賽咧第一次打正選，呢個係咁你2年新啊，係咯，上年係咯24年揀嘅2年新嘅球員嚟嘅啫，咁冇辦法啦，你傷咗3個後衞喎，咁唯有出去啦。咁呢個新仔第一節我已經睇得出，哇！我冇諗過咧呢個新仔打正選咧係完全唔驚嘅，佢一個勁有速度嘅球員，我諗佢嘅速度嘅 first step 咧可能同 Messi 有得揮，或者係勁過 Messi 都唔出奇。有幾下咧，我覺得真係快到冇影啊！即係單對單直喺你前邊嘅啫，一左腳一跨就過，好誇張下嘅。咁場波攞24分啦，咁我有少少感覺走位差啲嘅，即係我睇出去打波嘅感覺，即係未配合啦。始終佢平時都係講緊打10分鐘，點知有冇？今場你逼佢咧打到成咧打幾多分鐘？今次你逼佢打成34分鐘，咁可能咧走位上係冇咁靈活嘅。咁你睇翻常規賽或者睇翻平時數據，其實5分1個籃板1個助攻，24就係前年 pick 嘅27 pick 嘅啫，估唔到咧佢打得咁好表現啊！呢兩個係啦 Deshaun 另一個咧可能係無名英雄咧，就係 Gobert 啦。Gobert 成個 series 咧都完全克制咗 Jokic 咁 Jokic 今日表現其實我覺得已經算係咁噶啦，但係你冇辦法啊！你睇下後邊邊個搶到板啊？講真，邊個頂到內線啊？JV 諗住攞出嚟打內線嘅，但係其實可能真係冇態啦，完全即係你常規賽咧，其實係有打到佢嘅。講真，佢係真係有出場，但係 playoff 咧其實係用唔着嘅，即係打7分鐘嘅啫。講真，你睇常規賽，我諗常規賽冇辦法啦，去試下陣玩下，對方亦都唔係好緊迫嘅情況下，你出13分鐘冇所謂嘅。但係季後賽太慢啦，技術冇。即係爭太遠啦，冇態啦，種種原因加起嚟咧，令到咧球隊都冇辦法咧去繼續去揾佢打，咁變咗 Jokic 打得好辛苦啦，43分鐘。另一個搞唔掂嘅即係 Jamal Murray 啦，係啦 Jamal Murray 啦，今場賽事即係個17射4中，冇 contribution， 全場正負值最差負18。咁呢個係呢場賽事啫。咁 in general 其實又係點咧？我諗成個 series 咁第一個 point 我想講嘅就係個籃板爭9隻，其實9隻都幾誇張下嘅。木狼本身籃板就勁㗎啦，因為有3塔喺度啦。Randle、Gobert 再加最佳大陸人啦 ，last week 搶咗9隻籃板，平均當一個進攻係1分啦，咁都有9分啦。咁所以9分都幾誇張。當然冇火箭咁誇張啦，火箭係全聯盟最高防籃板球員嚟嘅，進攻防守都係。
但係呢場賽事爭9個都幾爭得遠嘅。咁另外一個 point 要講嘅就係木狼嘅後衞啊，究竟個 talent level 點解可以去到咁癲喪啊？真係大癲啊！你諗下冇咗 A.E.、David Central 同 Dosunmu 都仲可以咧打到啊 Sharon 出嚟啊 Mike Conley 今場俾晒你啦，確實真係，即係佢都知今場要 close 收，如果今日 close 收唔到，佢第7場作客就難打。Mike Conley 好知呢樣嘢，亦都控制節奏啊，領先嘅時候點打，防守嘅時候點打，傳俾邊個啊？尤其是喺度 Gobert 咧，不嬲配合開啦，都打過好多季啦，咁所以其實都好純熟去做 pick and roll，令到咧球隊咧係 step 到出嚟。有幾個 key point 啦，到 Dosunmu 啦，第4場賽事啦，呢個真係要睇下啦。如果大家唔知嘅朋友，到 Dosunmu 第4場賽事咧係破咗紀錄嘅，而呢個紀錄咧都幾浮誇。後備上陣打4分鐘，點解打咁耐？因為你睇好似逢射就有咁樣啦。同埋咧，其實佢睇 short shot 啱啊，我係想睇個 short shot。呢度睇3分波嘅 short shot 嚟嘅啫，3分波咧5球全中啦。係啦，但係你睇內線咧，其實係全部爆晒入去，即係對於佢嚟講咧，就係一個衝撞型嘅後衞，姓 hustle 向住裏面衝嘅球員。咁成場賽事係衝咗幾多咧？17先啦，係啦，17個入咗13個，分數43分，正負值正10。咁大嘅 contribution 都打，所以咧佢43分鐘呢一個43分呢樣嘢咧，其實係季後賽歷史上邊啊，近50年啊後備得分啊最高嘅球員嚟嘅。咁另外一個 shout out 咧，可能都係就唔喺第4場呢度啦，係第6場啦，就係Jaden McDaniel 啱啱所講啦，32分啦，都係好浮誇嘅。好，呢個可能係其中一個分野啦，因為你睇翻金塊，其實金塊 supposedly 咧後備咧今年都想執㗎啦，但係執極咧其實擺出嚟都係做唔到。Terrence Jones 其實係一個好好嘅球員嚟嘅，但係完全冇出啦，好多時出親其實佢都係一個好配菜型嘅球員啊，佢做唔到一啲應有嘅一個嘅控場嘅能力啊。Bruce Brown 咧，其實我好失望嘅，成個 series 咧 Bruce Brown 係做咗好多一啲失誤出嚟。呢啲失誤我覺得有啲係佢好 hustle 嘅，好 hustle 嘅，但係打得比較上大膽啊，即係進攻啦、防守都係嘅。防守尤其是啦，做好多想嘗試偷波啦，偷唔到就俾人入波啦，甚至係犯規啦。進攻咧亦都係咧好大膽嘅。好多時候如果你真係唔係揾佢 keep，即係揾佢 keep 波咧係好 risky 嘅。Jamal Murray 係絕對係一個比較上一個好好嘅技術嘅控球球員啦，所以揾佢做係冇問題。但係咧你揾Bruce Brown 係完全做唔到啊。咁當然啦 efficiency 亦都冇啦，佢全部 playoff 咧係做唔到佢應有嘅 shooting 咯。咁呢個都冇辦法啊！即係其實有時唔係話有就有嘅，成場得3成嘅命中率3分波啦。即係你睇佢平時 playoff 嚟講緊呢個係咪 playoff 啊？係咯 playoff，以前 playoff 5成，同埋佢呢個球員本身都係 shooting percentage 係唔差嘅，但係今次都4成6啦，負4.2啦，都比較差。其他球員更加唔使講，我都睇唔到邊個嚟講能夠出嚟幫手。Watson 啦唔喺度啦 Watson 唔喺度都爭得遠嘅，咁都冇辦法。好，可能睇少少 stat 啦，都係啦。咁另外一個咧，我一定要講嘅打得唔好嘅球員咧，就一定係Jamal Murray 啦。得分冇問題嘅，26分嘅。但係你睇下正負值咧，係全隊最差嘅負6.5。好多嘅原因就係第一，失誤太多啦，失誤太多。另外攞住個波玩啦，因為其實冇人同佢爭㗎啦。即係講真 Jokic 已經打到攰啦，即係唔係 Jokic 冇 Murray，大家都知㗎啦。咁 Jokic 俾人守住，咁咪 Murray 咯。所以 Murray 得分高 OK 嘅正常，但係命中率都係啦。唔係話好差，但係 efficiency 係太差啦，即係得負6.5，因為 turnover 太多啦。做唔到佢應有嘅嘢啦，同埋佢太飄忽啦。呢個 Murray 即係都係嘅。你 Jokic 出每場波，你 expect 佢攞20分咧，你覺得9成9㗎啦。但係 Murray 唔係啊，你 expect 攞10分都好啊，你都唔係9成9啊。就係原因就係 Murray 咧，其實我諗防守對於嚟講佢嘅包袱都大。唔同嘅防守咧，佢都有好唔同嘅心理嘅影響。當然佢 clutch time 咧，佢係好強勁，佢做到。但係咧，平時打起上嚟咧，佢都過於輕鬆，同埋過於好出。
可能佢未必係 form 到一個最佳嘅進攻嘅，所以有啲shot 咧都係黑索嚟嘅，好失望啦。而佢最尾嗰場更加17-4中咧，更加係令到球隊輸波嘅主要原因啦，我覺得。咁有咩球員要講咧？Jokic繼續係癲嘅，但係三分波你諗下得21%。而另外咧，佢第三場賽事咧對住金塊，第三場賽事對木狼輸波嗰場咧係職業生涯最差嘅季後賽命中率添。嗰場賽事係36%。但你如果你問我正常一個人打 NBA 36%啫，其實真係唔係啊，冇可能係最差。但係 Jokic咧係一個好 consistent 嘅球員嚟嘅。所以 that's why 你每場你 expect 佢20分、10籃板、10助攻，你可能覺得90%機會都係。而兩分波命中率你都會覺得90%機會係過50%嘅，因為其實呢個係一個好 consistent 嘅球員。但係對住 Gobert 咧，其實係真係俾佢守死咗。而 Gobert 喺在場嘅時候咧，你睇翻右邊啦，可能個 chart 會見到係正6.1分嘅，即係除咗 Jaden McDaniels第二嘅正負值就係佢啦。因為 Gobert 佢嘅防守能力咧，始終都係咁強勁。我諗全聯盟除咗 Wemby 之外咧，就係確實真係佢兩個真係講真，你一個咁高大嘅球員咯，同埋防守腳步，佢唔係好快，但係佢哋好識去邊個位置做邊件事，只係舉一隻手亦都好難射得入，所以都難怪佢可以黑死咗 Jokic。咁其他球員有啲咩球員值得講咧？我諗值得講冇 contribution 就真係好多啦，係啦 Cam Johnson 係有嘅 ，Cam Johnson 今個 series 係打到即係起碼攞翻得分啦，命中率47%兩分，43% 三分係做到嘢嘅。但係 Christian Braun 冇得講啦，真係始終佢都係第3、第4季打，如果印象中冇乜 contribution 啊，完全係啦，完全冇乜 contribution。我諗有少少係對方咧都打得比較埋身同埋 hustle，即係你對住一個咁 hustle 嘅球隊同埋咁高嘅球隊咧 Christian Braun 唔矮噶啦，但係其實你對住對方啲咁埋身嘅球隊，其實佢根本就冇我打咁輕鬆嘅時候，對一個冇咁經驗嘅球員咧係難打嘅。好，咁我講埋右邊啦，順便右邊其實木狼啦，木狼其實得分最高係 Randle，都有少少 unexpected，不過 Eric 冇得講咧 Eric 第4場就係打咗17分鐘嘅啫，就傷咗出嚟啦。咁所以其實佢得分嗰度即係除翻每場計低啲啦，咁但係應該理論上係高啲嘅，係啦。如果嗰場計翻當全場計嘅話。咁 Randle 咧，今個 series 繼續係變得好好啦，即係冇諗過咧，佢喺紐約人咧嘅時候，可能係第2、第3嘅得分者啦，甚至係咧佢都唔想出去啦嗰陣時，即係最尾階段嘅時候，佢去到呢個木狼咧，佢搭住 Gobert 係咁配合，即係始終 Gobert 係一個縮喺內線啦，冇3分啦，所以 Randle 咧佢有嘅3分咧，其實真係相輔相成，而佢進攻嘅板斧亦都係好優秀啦，你見到佢技術係高啦，守住 Jokic 係差啲嘅，但係唔係話差得好緊要嘅。上年嘅季後賽都睇得出㗎啦，都唔係話差得好緊要。兩分波50%合理啊，因為仲有一個咁高嘅球員，內線嘅球員。三分波36，我覺得係完全可接受。你睇下對方啦，不如你睇下對方，仲有 Murray 34，即係得阿 Johnson 係高過阿 Johnson 同埋阿 Spencer Jones 啊，一個 Spencer Jones 我唔知射咗幾多球嘅球員係高過佢嘅啫。Edwards 咧係打得好好嘅，實體頭3場都打得好好啊，但係可惜傷咗啦。冇辦法，即係我冇乜寄望嘅，之後即係努力打啦，係咪先？Jaden McDaniels 絕對係 short 啦，你睇下兩分波53%，講真，即係成隊波打得好嘅，咁但係以 average 嚟講，一個 wing 嚟講53%係好高啊，係咪先？同埋佢最勁嘅就係你睇下佢嗰個封咗係1.1個，即係你相對於你望翻左邊啦，望翻左邊又係 Spencer Jones 1.2喎，不過呢個可能因為佢出場嘅時候可能咁啱一兩場嘅表現啫。咁但係你睇下 Jokic 其實0.8嘅啫，都係講緊。但係做到一個偷波1.1個封咗，呢個係數據，我覺得係一個中鋒數據嚟嘅。即係咁強防守者，加上有進攻，第6場 close out 到嘅，我覺得真係非常 valuable 嘅球員咯。Dosunmu 啦，有一場爆發咗啦，所以平均得分比較高啦。另外你睇到2分3分波進攻火力係都係驚人嘅。其他球員啦 Charlotte 都打得好啦 ，Gobert 正負值啦，一定要講一講啦，6.1。Jaden McDaniels 7.4，呢兩個球員都係呢個 series 打得好好啦。Mike Conley 最尾又出場啦，亦都睇到佢咧佢嘅穩健出嚟，即係其實佢做好多 play 咧，佢打得唔急啦，腳步好慢嘅，睇得出嘅真係。但係唔緊要啊，唔緊要啊，對方射一入你就驚啫，對方射唔入你慢少少俾人射咧，其實唔係話好大嘅 issue 啊。好，
咁最尾咧，我都想講一講咧，Gobert 呢個球員咧，我諗去到下次啦，下一圈啦，對住嘅對手咧，將會係馬刺。有少少評價咧，可以講一講，唔係評價預測講一講啦。我覺得係冇得打嘅對住 Wemby。高度咧係相若啦，第一高度相若啦，技術層面輸啦。Wemby 係可以彈出去啦，Gobert可唔可以啊？唔可以啦，要守內線啦，一定係 drop 啦。所以你有 Wemby 進攻嘅時候咧，其實只要佢一出想出少少就過啦。Wemby 嘅腳步係快啦，一定係快，爭咗幾多年啦，10年啦，係咪？你 drop 咧就 shoot 啦，係咪先？好，咁防守啦，防守 Wemby 企喺度，你 Gobert 可以點啊？Gobert 又出去射波，唔係啦，係咪先？咁 Gobert 係做咩？Gobert 係搶板噶嘛，係咪先？係咪先？想進攻籃板啦，佢出停咧冇啦，冇 shoot 啦。咁其實 Wemby 咧，其實可以慳翻一個，即係其實佢可以做到好多輔助啦，因為佢一個腳步攬出去咧，其實可以補強咗好多。而佢好習慣性咧係會跳出去咧去做一啲嘅係你協防，而佢啲協防其實係好 amazing，即係你睇到其他球員咧嘅協防咧，其實係冇咁 determined 咋，但係 Wemby 咧可唔可以鬥心咧係真係好強，佢係好 determined 啦，同埋佢冇咁錫身添啊，所以其實我諗內線嚟講咧，Gobert 可唔可以複製到咧對住 Jokic 嗰個感覺咧？我諗真係比較難啦，因為就算啊 Wemby 咧係打唔起嘅話，其他球員會打得起啦 Castle 同 Harper 啊等等球員，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 Jokic 打唔起咧，其他球員係冇人 support 到，就先輸。好，咁希望咧，都好睇啦，但係我會覺得呢場賽事係唔易打嘅，仲要冇 AE。好，咁暫時係咁多啦，之後咧打多幾場賽事，再有啲其他球隊嘅新嘅 update 咧，再同大家 share。Thank you 大家支持 NBA Talk 嘅，再見，拜拜。